長住海外都可以15日批核香港永居，關鍵係呢一點。今日就同大家用一個真實嘅個案，拆解香港永久核實入邊不在港居住嘅迷思。相信有香港身份嘅朋友都知道，無論喺續簽定係永居核實入邊，不在港居住往往係拒簽嘅重要原因。我哋呢個最新案例入邊嘅 A 女士就屬於長期唔喺香港居住，佢喺11年透過相關簽證嚟到香港，由於家族生意橫跨香港同埋美國，作為接班人嘅佢需要同時處理兩邊嘅業務，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喺美國，7年入邊係有超過70% 嘅時間唔喺香港㗎。究竟佢係點樣解釋同埋極速獲得批核嘅呢？其實香港入境處審批永居申請嘅時候，唔單止係睇你嘅居住日數，最重要係睇下你能唔能夠證明你同香港保持緊密聯繫，無論喺經濟方面、家庭方面定係社會方面。我哋喺分析完 A 女士嘅背景之後，幫佢準備咗一套完善嘅資料，證明佢雖然人在海外，但始終堅持以香港為佢嘅常住地。我哋喺25年8月12號幫佢提交咗申請，27號就收到批核信啦。成個過程僅僅係用咗15日啫。呢個 case 再次證明到，如果你想申請香港永居，但係又長期唔喺香港，千祈唔好貿貿然提交申請。充分嘅證據係快速成功獲批嘅關鍵。如果你想申請永居，但係有長期唔喺香港居住嘅顧慮，歡迎私信我哋獲得解決方案。